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Ruby。由今集開始，呢個靈魂揚升流程系列係接住之前3I Atlas 嗰2集嘅能量延伸。如果你仲未聽過前面嘅內容，都唔緊要，可以喺描述欄揾返嗰2集嘅連結補助，咁整個旅程會更加連貫。而今日呢一集就係承接住嗰股能量，正式帶你踏入下一步嘅揚升調頻。而家揾一個你覺得安全、舒服嘅地方坐好，或者瞓低，輕輕合埋雙眼，感受空間嘅寧靜同保護。首先，慢慢吸一口新鮮嘅空氣，感受個肚慢慢脹起。呼氣嘅時候，想像壓力同疲倦逐啲由鼻尖同喉嚨釋放出去。下一次吸氣，好似晨光慢慢滲入肺部。呼氣嘅時候，所有舊嘅思緒同重量都自然融入大地之中。每一下吸氣同呼氣都令你變得更加穩定，更加柔和。如果你仲感覺到身體有啲緊，俾自己再做多2-3個深呼吸，慢慢放鬆，聽住心跳逐漸平穩落嚟。而家將注意力帶到脊椎最底部盤骨嘅位置。呢度係海底輪，觀想一朵紅色蓮花由呢個位置慢慢盛開，每一塊花瓣都厚實有力，帶住穩定同安全感。而家將注意力帶到肚臍附近，呢度係臍輪，橙色蓮花慢慢打開，創造力、流動感同喜悅喺身體裏邊慢慢擴散開去。而家移到胃部，呢度係太陽神經叢，黃色蓮花盛放，帶住自信、力量同輕盈嘅勇氣。跟住將注意力帶到心口中央，呢度係心輪，翠綠色蓮花一圈一圈展開，俾愛融化心結，同埋包圍住你同整個大地。輕輕帶住呼吸上到喉嚨，呢度係喉輪，藍色蓮花慢慢綻放，令到表達變得清楚、自在、流暢。而家嚟到兩眼之間眉心位置，呢度係眉心輪，靛色蓮花旋轉展開，帶住想象力、洞察力同埋一種冇批判嘅感覺。最後將意識帶到頭頂，呢度係頂輪，紫色嘅巨大蓮花慢慢打開，靈魂同宇宙之間嘅連結完全展現出嚟。你會感覺到呢一刻，你嘅意識同宇宙能量完全融合，界限全部消失，只剩一片寧靜、廣闊同
同愛。紫色光輕輕包住你，好似宇宙嘅祝福降臨，帶你進入最深、最柔和嘅平安。喺一朵又一朵蓮花慢慢盛放嘅同時，想像你頭頂上方有一團柔和嘅金白色光，靜靜咁降落。呢啲細緻嘅光絲輕輕掂到頂輪，然後沿住背脊一路向下流，穿過每一個脈輪，每一層能量。每一道光都好似喺度輕輕洗走疲累，將你整個人調整到更光、更高嘅頻率。俾自己停留喺呢份感覺入面，等身體慢慢習慣呢個新嘅頻率，俾能量自然咁流到每個細胞最深嘅地方。而家頭頂上方慢慢打開咗一扇宇宙之門，金白色嘅光一路向上延伸，通往遙遠而熟悉嘅宇宙中心。將注意力輕輕放喺頂輪，感受自己同星際能量之間嘅連結變得清晰。好似有一股溫暖而熟悉嘅牽引，慢慢由遠方回應你。當我講完下面呢一句，請你喺心入邊答 Yes。我誠心請求宇宙為我帶嚟屬於我嘅靈魂升級，讓神聖嘅訊息、能量同愛進入我嘅生活。非常好，跟住慢慢呼吸，感覺頭頂、膊頭、身體周圍好似多咗一層微細嘅電流，輕輕流動。而家我畀少少時間你靜心感受，留意腦海裏邊任何畫面、色彩、念頭，又或者只係一份寧靜都可以。所有出現嘅都係屬於你嘅信號。無論接收到啲乜嘢，都可以溫柔咁接住佢，因為每一份感覺都係宇宙畀你嘅禮物。
而家觀想喺你身體四周有一圈圈柔和嘅金銀色光線慢慢編織，呢一啲金銀色光線幫你重整、修補每一層能量場，令你變得更加完整。而家慢慢咁深呼吸，感受空氣入到身體，穿過皮膚、肌肉、骨骼，一直去到你內心最深嘅位置。如果腦海仲有啲舊習慣、情緒，又或者啲你已經唔需要嘅感覺浮現出嚟，可以喺呼氣嘅時候自然送走佢。喺呢一個安靜、柔和嘅能量包圍之中，俾自己再深呼吸一陣，感受靈魂每一個部分都逐步歸一，慢慢變得完整同埋安穩。而家輕輕將注意力帶返去你嘅腳板底，想象由你嘅腳心慢慢生出好多條柔軟而有力量嘅根，一路向下延伸，穩穩咁連結住大地嘅能量。每次吸氣都感受到身體變得更踏實，每次呼氣都好似鬆開多一啲內在嘅緊繃，慢慢讓自己安靜落嚟。再將注意力帶到去腳掌、小腿、膝頭、大腿，感受每一個位置都開始有返重量，有返溫度，將你嘅靈魂重新帶返去此時此刻。呢一刻，你可以輕輕喐一喐手指、腳趾，或者放鬆一下面部嘅肌肉。而家你已經好安全咁返嚟當下，而你嘅靈魂亦喺呢一份落地嘅平靜裏面，慢慢同身體完全連返成一體，準備好迎接下一段旅程。而家你已經完成咗一次深入嘅神聖校準，俾自己少少時間，感受下身體同內在嘅變化。無論身體、情緒、意識有咩細微變化都好，都係今次旅程嘅一部分。如果喺過程入邊有啲信號、感覺或者畫面、念頭曾經浮現過，你可以先記住個感覺，之後再慢慢消化。又或者喺影片下面同大家分享返你嘅感受。呢啲分享唔單止係你自己嘅整理，亦會為其他人帶嚟共振同支持，好似一齊行緊同一條靈魂道路咁。如果你仲感覺到能量喺度流動，都可以再坐耐少少，緩緩咁呼吸，俾自己停留喺呢份平靜裏邊多一陣。
靈性嘅旅程唔需要趕，你可以喺任何時候再返嚟做呢段冥想，為自己補充能量或者重新調整狀態。祝願你一路都被光支持，被愛包圍。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